路加福音2章4至5節，約瑟亦都從加利利嘅拿撒勒城去到猶太嗰度，到咗大衛嘅城，叫做伯利恆，因為佢係大衛家族嘅人，要同佢所聘嘅妻子瑪利亞一齊去登記戶籍啊。嗰時瑪利亞已經懷咗孕噶啦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瑪利亞同埋約瑟全家互相嘅支持，一齊去經歷呢一個艱辛嘅旅程，但係同時有神嘅保守。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，有家人嘅同行，旅途就唔會孤單啦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屋企人係點樣讓你經歷到被愛嘅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，多謝主賜我哋有家人，俾我哋可以彼此照顧。奉耶穌嘅名感恩禱告，阿們。